公司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马瓦洪台将扫过关岛，造成大部分的所在拢熄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关岛进入紧急状态。有消费者反映讲，去好事多退有 A 型肝炎病毒污染的冷冻鱼领慰问金，好事多要求因爱签放弃提告的和解书。高雄一间专门咧照顾被虐待儿童的机构，传出机构的护理师佮照护员涉嫌虐待囡仔，对囡仔造成2度伤害。新闻开始来看马瓦洪台将扫过关岛，当地发布洪台警报，风大雨大，可能是7月当来当地上厉害的洪台。昨午关岛大部分的所在拢熄灯，美国总统拜登嘛宣布关岛进入紧急状态，要求联邦政府展开援助。咱国中央气象局是预测讲，洪台可能会伫巴士海峡附近往北西越，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洪台影响台湾的几率又搁降低。警方将铁片吹到伫停车场，两台无双照轿车受灾殃。这厝顶铁片阁掀起来，弄到电线。洪台马瓦日时暗时亲切关岛北部，风速每点钟230公里，带来近乎破坏威力强风大雨，阁停电。关岛电力局表示，52000户只有1000户有电。国家气象局警告，断水断电情形可能会几日天甚至几日礼拜。Guam sitting right there, and Mawar now leaving toward the northwest, still again with winds of 140 miles per hour. It is expected to go into another round of intensification. 马瓦日时东到到关岛，威力相当是4级大风台。当地顶一摆拄到这样威力强大的风暴，已经是1976年。国家气象局进前就预测，可能或者17万人口倒数，半乎威胁生命安全调息甲地震性大水雨。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下令联邦启动援助。The President approved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for Guam. Federal agencies, including FEMA, Coast Guard, 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 and the National Guard, have been deployed and are coordinating response effort. 关岛是美国重要战略基地，美国海军已经将所有军机配置，或者是紧急保护区。气象专家表示，马瓦是2001年彭索纳超级风台了后，到关岛的上强大风台。迄时阵彭索纳造成7亿美金的损失。过去75年来，关岛只有8个超级风台，因为气候暖化，海水表面温度升高。未来加做大风台一台气旋的几率会更较侪，强度甲落雨也会更较强。公司新闻黄慧玲报道。好事多的冷冻鱼、草鱼、蓝莓拢验到 A 型肝炎病毒，业者嘛公告退回补偿方案。有消费者反映讲，因去退回领慰问金，好事多要求因爱签放弃提告权利的和解书。高雄市的消保官是表示讲，会要求业者明仔载早起出面，甲消费者和解的条件解说互清楚。美食大卖场Costco的冷冻鱼、草鱼、蓝鱼，一个月来小连续防验出 A 肝病毒。虽然业者进前讲会当替消费者商品原价，而且补偿共计下慰问金，也愿意付出检测费用加确诊的医疗费。不过有消费者去领慰问金的时阵，却发现爱签和解书，放弃内容包括提告等法律权利，引起议论。健康一定是自己最重要的啦，还是要看后续应该要怎么对消费者比较好的做法，不是这样叫我们消费者放弃。就算冷冻鱼标出问题，引起众人退货，25早起卖场也未开，也是有民众担要入去买物件。也因为 A 肝的检复期平均是28到30天，有消费者烦恼签和解书了后，万不伊感染到 A 肝，会影响到赔偿权益。即马高雄市政府也要求业者2日爱出面说明。5月11号，他既然已经有提到，万一确诊之后的处理，那如果说在这个和解格式里边有所谓
签署之后领取补偿之后，以后万一的时候确诊却没有办法或受到限制，那当然这个跟他的承诺是有出入。高雄市政府到目前为止收到15件下肝冷冻唔的消费诉讼，消保官提醒，若准消费者无食到商品，尊重消费者签好解书体检考量；若准有食到腹肚、烦恼、感染下肝，建议听候厘清好解条件了后，才考虑敢要签。消保官会协助消费者所刷落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高雄美国买66台 F-16V 战机，传出讲有可能会合办交机。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指出讲，目前战机操控的软体有问题，佮会做调整哦。也毋过部长是强调讲，2026年全部交机绝对无问题。另外，灿南国造安排伫9月份来举行下水典礼，外界是质疑讲，这敢是要赶伫总统蔡英文任内举行？也毋过邱国正是否认。国军强化空空战力，向美国购买66台 F-16V 战机，抓拄到飞行软体的研发进度延误，恐惊延误交机，都要听候明年第3季才当出厂。对这代志，国防部长邱国正25回应，已经编组专案小组来了解状况。美国当地修正改进，国讲2026年全部交机无问题。目前已经有原型机2架出来但是呢，因为那80他们采购了嘛。但这2架原机，它还不断的在那边是研在改进。那我们当初所预定就115年可以全部到位，这个是没有变的。江南国造要拼9月完卡完成落水典礼，邱国正表示乐见，强调安全上重要。不过落水时间选伫蔡总统卸任前，也互人质疑是为政治落水引起讨论。我要赶快赶在他之前，我要完成。好像变成好像某个人的一个他的这个攻击这一方面的，国防部不会这样做这个考量。国军也伫强军环台可能登陆的14位红色海沙堡持续验证，在迄伫宜兰头城海沙堡展开2车攻防演练，派出 AAV7 2车突击车来担任敌军进行抢登陆。邱国正表示，中共军舰捌伫西太平洋出现。台海若发生战事，并无前后的分别。不过有内委是关心国军敢会发展水下监听系统来掌握中共潜水舰的动态呢？除了用这个情资共享大家来这个分摊以外，另外我们当然有必要去做一个研发。在研发的过程我想说，他海军已经在规划。针对中共无排除以前必服，邱国正坦白讲，敢若紧张无路用，逐工持续建军备战。今年汉光演习是不是纳入通机场？邱国正讲有考虑，北中南作战区各区的任务拢会纳入实兵的演练。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最近2档包括政府机关、大众运输等单位收到的炸弹恐吓，已经有258件。检警锁定一个中国籍姓张的查甫人涉案。警政署是强调讲，已经有透过两化共同打击犯罪的机制伫咧联络。中国公安嘛伫这个月初5找这嫌犯到案说明。各地台湾图书馆伫昨日的半暝又搁第3届收到炸弹恐吓。辖区的员警搁再出动加强巡逻守望，因为各地台湾图书馆8天内3遍收到恐吓批，这封邮件23寄出来，无写名，敢若讲安装8粒遥控炸弹，会伫今仔日下晡2点引爆。不过警方是研判，可能伫创敌人的。即马诈骗恐吓小连续发生，检警调也建立联络的方式，共享资讯要查源头。在检察官的指挥之下，也统合了刑事警察局跟调查局他们共同在侦办调查之中。为自年9月到即马，亲像大众运输、政府机关、风景区，甚至连校园，有48个单位拢有收过恐吓批，发生258件这么多。不过，执法机关明明锁定中国籍姓张的查甫人就是嫌疑人，最近2年拢无动作，就互立委伫质疑两方共同打击机制失灵，想要抓人才无法度。那大陆方面呢，也都有在帮助我们，他们在5月5号把这个人找来。事实上，我们都有互动，都有联系。原本各机关拢讲嫌疑人就是伊，即马所解讲类似的炸弹恐吓，有可能嫌犯另外有别人，甚至引起模仿效应。有立委也点出，是安怎国内恐吓炸弹会一直出现？这个美、英、澳、加拿大等国的规范，要通过电子邮件或电话认证等2种以上的工具验证，来达到内实名的机制。我们台湾坚持这些吗？
就是没有嘛，哦，要经费，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做嘛，对不对？法务部部长这边有掌握吗？有这样吗？没有。即马看英国、美国这国家拢有建立类似姓名的制度，必须用电话这工具进行账户认证，避免无用真名伫网络做一寡不法的代志。各国拢想办法伫因应，台湾想要阻止，脚步嘛都要变较紧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4月份的景气状况，制造业有淡薄仔落出，服务业嘛是。台经院表示讲，景气阁有真大的无确定性哦，也毋过上摆应该就是这2个月咯。消费会来带动内需市场，嘛因为咱国内投资公共建设6800亿，所以较拼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有机会当保利。国内制造业终端需求走弱，中国疫情了后需求减少。加上厂商持续减库存，7月份出口甲外销的订单，还有生产的表现也是疲弱。地区制造业厂商对4月份景气表现认为无乐观。台经院公布4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景气开始衰退，继续进行连续5个月有起的形态。服务业测验点虽然有落，不过落无济。零售消费、民间消费已经连续6季正成长，这个月看起来整体的经济形势依然稳健，不过中间遇到了乱流。孙明德表示，台湾贸易表现今年头一季衰退上济，4月份开始衰退幅度有慢慢较小，外销订单上歹情形嘛伫头一季，而且为第2季开始有落较少，不过复苏的速度也是无像按算的快速。院长张建义表示，虽然景气无确定性也是真悬，不过为金额甲质量来看，上歹就是这1-2个月。基期比较高的情况下，外贸这个部分还是要看国际的一个需求。公共建设预算6800亿，如果这个部分就是内需的投资这个部分能够带动的话，新城里把握应该还是有机会啦。不过真的要蛮拼的。另外，台经院调查嘛发现讲，未来半年营造业景气是较乐观，不过房市的发展也无确定。6都的建屋买卖转件数，那么4月份其实只有来到1.63万件，持续来到5年来同期的一个新低。这个月减率大概是达到21.9%。在总统大选选前，那可能对于在房市相关政策上比较难有一个松绑的迹象。台经院表示，国内经济成长率的表现无好，加上买卖双方对介绍认定的政策还佫伫调整当中，按算数落来买方的市场也会延续一段时间，房市结构真恶脱离半整期。记者综合报道。行政议会今仔通过新年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7档会来投入400亿改善道路安全。针对工程方面，会先来改善路口行人的安全设施，推出限速30公里的行人，佮有个人优先的示范区。另外，针对违规记录真严重的驾驶，按算要开放定期换驾照，驾驶无让行人买记点，佮爱佮上课。2021年底，台中市发生一架3人骑斑马线错被倒发的公车撞到，造成2死1伤的代志。迄时阵，妈妈甲1岁婴仔当场无喘气心跳，伊拉靠一个先生活落来。进前台南的查某囡仔甲妈妈过斑马线，也互小客车撞到过身。台湾交通的状况是真危险，也互外国媒体形容是过路人的地界。走在斑马线上，有些车子也是不礼让的，或者他会靠我靠得很近啊，突然就来一个紧急刹车，推小朋友的推车啊，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推，还有一些盲人的那个路道，常常走到一半就断掉。人行道，我觉得这个要加强，但是现在因为机车也多，车子也多，所以你真的说要给行人一个多方便，我觉得还是有点困难呐。为重视过路人安全，行政院议会通过过路人优先交通安全行动纲领，为工程教育、监理、执法等4大方向，7年投入400亿来改善道安。工程方面，改善路口路人安全设施，也推出限速30公里的过路人甲个人优先示范区。另外，违规记录严重的人要开放定期换照，驾驶无要让过路人也要记点，佮参加讲习，各位校园定进交通安全的教育。在工程面向我们提出了9项的行动方案，我们会从点线面来推动相关的一个工程改善方案。当然，我们也会针对设计法规的一个检讨跟人行环境的一个考评。长期的话，我们会建立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考核的一个机制。
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经费主要是放伫工程方面，道安工作当中，汽车让过路人的观念是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为政府这边设法透过交通工程，让民众较袂犯错。这是政府的责任。过去道安经费每年差不多5到6亿，这摆400亿，是要彻底改善去除过路人地角的垃圾名。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立法院咧讨论讲，咱国敢要半部分的外汇存底成立主权基金，增加国际投资。中央银行的总裁杨金龙是表示讲，因的态度开放，也毋过建议讲爱说专法来管理。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讲，主权基金的管理恐惊无遐尼简单哦。嘛有专家表示讲，目前咱的政府已经有4大基金咯，不一定爱阁有主权基金。最近引起真侪讨论的主权基金，上早期是一寡中东产油国家，因为被石油趁钱了后，政府单位为着管理投资这寡钱所设的。国内专家确定讲到甲咱较近、操作绩效袂歹的新加坡主权基金来做例。不过有学者认为，咱国内的状况其实甲新加坡差真侪。新加坡它成立了以后，它的那个国家投资公司是完全独立的，不受国会的干预，而且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贪污舞弊啊。放到台湾来的话，就可能会有点问题。嘛有教授表示，若要设主权基金，上好就莫用趁钱做目的。你应该好好去设计，就讲看咱要成立什么种的主权的基金，会当去帮助咱台湾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也好，还是讲会当去吸引到外国这一寡较好的这公司。我感觉这是咱成立这个主权基金上重要的目的。有分析师认为，目前国内已经有公务人员退休基金、劳工保险基金、劳体基金，还有邮政资金，这4大基金拢有家己投资的目的甲方法。比起来利用外汇存底设立主权基金，财权其实更较稳定。未来万一一旦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到极大的流动性的一个资金出逃的时候，资金自由流动的一个市场，必须要能够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否则你的国家就会出问题。分析师强调，像去年台湾股市就有真大的起落，嘛捌出现真侪国内基金敢会破产的记录。若用主权基金投资国外，嘛会有相对的风险。也是一句话，钱的源头安怎来，目的、风险拢爱再三考虑。记者陈文真准由台北采访报道。来看环保署对下晡2点开始，要来进行协和电厂改建更新计划第5摆的初审会议。虽然台电有提出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方案，也毋过环保团体嘛是批评讲会破坏当地海洋环境。下晡嘛有环保团体伫现场的抗议，咱就来看台语台记者郭碧坤、张玉瑞伫现场的采访报道。记者这摆人伫咧环保署头前，今仔日环保署是进行4接环评第5摆初审会议，针对4接的方案，台电是提出4接东沙的方案，强调这个方案除了会使稳定供电以外，上重要的佫会使保护环境。不过有侪环保团体无安尼认为，因认为4接东沙的方案无像台电讲的会使保护环境，而且因认为台电有侪资料拢是咧乌白乱写，所以引到现场来抗议。咱来看因是安怎讲的。今天的是环评小组第5次专案小组会议。那我们在会议之前的1个礼拜，我们看到了这一次的台电所送出来的环评书件，然后所有的书件内容高达5046页。那我们非常仔细的把这5000多页全部阅读完了之后，我们得到了16个字的定性。这16个字分别是答非所问、避重就轻、自我矛盾、扭曲事实。那我们有非常多的例子可以在这5000多页当中可以举出，但是我们也非常担心环评委员不会有足够的时间来一一阅读这5000多页，所以我们守护安畚山行动小组为了担心环评委员在环说书当中迷路，所以我们特别制作了一份攻略秘籍，是希望能够提供给环评委员，让环评委员参考。环保团体表示，虽然台电提出4接东沙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是换汤无换药，也是会破坏家人的海洋环境。因认为当地应该是爱转型做再生能源的电厂，无应该正做天然气的电厂。因呼吁审查委员应该要把持专业，退回方案，莫因为台电抑阁有中央的政策来影响因的评估。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
咱继续来看人工智慧 AI 的应用，全世界是拢真热衷，也毋过有著作权、假信息、甲伦理等等的问题。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拢开始讨论讲安怎来规范。咱的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张茂表示讲，行政院嘛已经有召开跨部会的会议，找 NCC、国科会、数位部、佮文化部等单位来研究人工智慧基本法，按算会伫9月份提出草案。We have seen what happens when technology outpaces regulation. 雄雄一个听这段话，听了就是美国参议员布鲁门台的声。不过这其实是 AI 做的语音。最近这几年，生成式 AI 的应用一直出来，后壁可能影响经济、民生、学术，甚至是国安的层面，影响真大。连 OpenAI 执行长都希望政府会当立法监管。We want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to prevent that from happening, but we try to be very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downside case is and the work that we have to do to mitigate that. 生成式 AI 带动全球的流行，同时牵涉著作权、假消息也甲伦理这难题。那美国、欧盟、日本这国家陆续有提出 AI 发展的相关规范甲策略，台湾嘛研究要立管。我们会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已经有在研习了。就广电三法规管的媒体使用的时候，它应该要有一些规范吧。行政院跨部会会议邀集国科会、数位部这单位，针对生成式的 AI 研究人工智慧基本法，预估9月推出草案，要就生成式 AI 牵涉到的内容、AI 伦理这层面来进行讨论。考虑立法监管的2个方向：公平、透明、规则，以及尊重隐私与人权应用所涉及的资料或治理这些议题。无法律效力的伦理规范已经不足以约束更强大的 AI 发展。台湾的基本法概念应该是框架式的、比较原则性的立法，依照各部会的执掌来订定细部的规范。民间团体推出相关草案，规划 AI 伦理法制化，重视文书告知，搁爱依照 AI 产品的风险关价来分组放量，也是严管这内容，防范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问题甲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新宇航空这个月初6，因为天气调度的问题造成有2个航班300外旅客伫日本的成田机场挂大暝，所以新宇航空决定讲全部退票来补偿乘客，也毋过阁有机组人员超时工作的问题。桃园市劳检处证实讲已经完成劳检，发现讲机组员迄天工作超过14点钟，上济是当罚因100万。新宇航空5月初6伫日本成田机场，因为调度甲天气等等的关系，致使有2个航班300外旅客调伫机场。当处长张国伟紧急搭透早的飞行机赶去现场处理，而且甲 A35型客机驶转来。毋过，桃园市府顶日仔做劳动检查的时阵，发现讲有10外个机组人员严重超时，若违反劳基法，嘛影响飞安。过劳驾驶、形同酒驾，那其实状况类似啊。如果空服员或机师的过劳程度累积到一个程度，他的专注力下降的话，那的确对飞安当然会有影响。劳检处表示，劳基法有1日的工时上济12点钟的限制。经过调查，新宇航空5月初6 JX802、803的机组人员，迄天的工时超过14点钟，会当业者回应说明，查证若是事实，上当会罚100万。后续会函请陈述意见，对，那有可能裁罚的金额会是就是2万到100万之间。那若张国伟本人透暝赶过，搁驶飞行机转来，敢有违反飞安的规定？民航局表示，也会查证敢是有疲劳的风险，因为照规定，机师飞行进前爱休困10点钟。那若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呼吁各航空公司，机组人员一天来回同价的航班，本来就有较大超时的风险。应该要让机组人员伫当地带暝，让因好好休困，才会当确保飞安甲服务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调整连续假期所以有6天都爱补上班、补上课，有一寡民众是真怨叹。甚至于今仔嘛公布明年干那围炉暝前1天，阁有清明会来调整做连假，会看情形来补班补课。今年因为连续假期甲补班有几哪个，休长假了后，就要上班6天，互民众开始思考，安尼敢真正好？除了连假佚佗定塞车，嘛有惯死见红休假的人，感觉1礼拜上6天颠倒忝。
补班如果可以少一点的话会比较好啦，一次上完班不要在礼拜六的时候再补班，会比较不那么累。补班的话，其实对大人小孩其实体力都很累。办的时阵足欢喜的，啊若要补班的时阵就会足艰苦的安尼，所以我感觉讲顺序就好啦。因为今年有6个补班，引起部分民众怨叹。像今年过年后，直接拄着连续2个礼拜6拢爱补班，有人感觉足痛苦。今年补班日有6个，嘛有人怨叹伤济。面对各界批评，行政院会今日讨论弹性调整休困的范围，甲即马应该弹性调整放假的纪念日也是节日，对8个减至2个，像双十、中秋就袂有连假。补班的规定嘛，对提早1礼拜的拜6改做同礼拜，也是后1礼拜拜6，避免连续上6天。调整范围的部分呢，我们由现行所有纪念日、放假纪念日及节日，调整为除夕前1日以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行政院表示，调整后，每年敢若2月初8、2九暝前1天是拄着拜四，需要伫2月17补班，其他的连续假期拢无需要补班。每年的补班敢若1个。另外，根据统计，未来5冬除了115年无需要调整休困假补班，其他的年度嘛只需要调整1届，互大家免阁为着补班受济伤脑筋。记者伫文陈俊佑台北仓报道。来看高雄有全国头一间专门咧照顾防疫胎儿童的机构，也毋过宣传出讲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转诊到其他病院，医师所发现讲，这个囡仔身躯有未少的伤哦，嘛进行通报。市政府调查发现讲，这个机构一个护理师佮照护员涉嫌虐待这个囡仔，这个护理师已经向市头路，这个照护员嘛主动离职。市政府表示讲会来追究相关的责任，上济是当罚这个机构60万，佮来做处分。因走家来甲小朋友互动，囡仔欢喜拍扑甲应声。这是高雄某一间市立病院附设有大校长照单柜，嘛是全国第一间照顾重症儿童虐待专门单柜。被使用者要互出生家庭虐待囡仔，但所无受到讲，各家出照顾不当。发现护理师及照服员已有不当的照顾行为，数次拍打脸部。社会局立即召开专家研商会议，认定2名行为人已违反儿少法第49条的规定，会依法严惩6万至60万。今年3月，一个住伫单位内底10岁囡仔，因为破病，转去到原本治疗病院，医师所发现到囡仔的目睭、胸坎、脚头骨拢乌青，怀疑伊是遭受到不当管顾，案发甲通报。市府调查发现，是单位内底一个护理师佮一个照护员涉嫌真侪届去洗囡仔的面，卫生局透早嘛已经派人去稽查。看看他的那个皮肤外观是否有受损的情况，那还有抽查他的相关的照护记录跟护理记录吼，那目前查结果都是符合规定哦。市府表示，单位内底目前也有收25个囡仔，9成拢有身心障碍证明，有检查因的身体外观拢总正常，照护拢有下规定，会去监督，且单位加强教育训练，而且抽查。也若病医者是讲，一切照市府的调查结果为主，未阁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囡仔自杀的死亡率连续5冬拢增加。早起有学者专家就指出讲，这是因为台湾无依照自杀案件的调查机制，建议讲会当来参考澳洲甲英国的做法，针对蹊跷的死因，每一冬拢来提出报告，嘛提出自杀预防的建议。女小自杀事件接发生，伫台湾所无固定的调查机制，敢若有针对0到6岁追踪死因。面对少年族群的追踪调查，李校代表指出，恒远3级的辅导机制对学生的掌握度上歹，那真正出代志根本查无资料。我的学校可能并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掌握我可能是不包含自杀动机、自杀原因，曾经在自杀之前遭受到怎么样刺激或怎么样的因素。学校的老师无法度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某囡仔因为医疗或者是家庭因素行低路。台中市学生辅助中心的督导认为，调查范围应该扩大到家庭，因为代志发生了后，护工部门上无奈的就是家庭因素。我们不能对外说家长对孩子的管教长期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我们就只能再去追溯过去孩子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我们涉案网一直在提倡的所谓的及早介入的脆弱家庭的一个介入。人本基金会阁指出，今卖调查机制无法度处理校园文化的问题，像最近有学生因为老师霸凌行低路，因呼吁政府就要处理。
包括最近的风中案，风中案里头呢，他说我没有让孩子写自诉书，可是你从调查报告会看到，他因为有5次自诉书晚交被记警告。民团建议调查得爱找离款心理等专家，依照个案的性质来无同的专家，比较澳洲各单位以专业的角度提出报告。主查官应得爱由法定调查认定，而且爱公开调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小过区加油的轿车换做电动车，环保署一台车的补助要对15000块增加到16000块。若属车牌是挂伫新竹县市甲苗栗，补助是愈悬哦，有19100块。要鼓励民众甲旧车换掉，来减少空气污染。甲老旧的机车汰换成电动机车，原本环保署补助2300，即马提悬到2800。汰换老旧小客车是比原本加1000，来到16000块。德科因为开发需要更较侪排碳量，所以加入补贴收旧的行列，对象为机车扩大到汽柴油客货车，算的达动碳价大约是开500到800块不等。目前宝山的部分一起开发的话，目前是单一厂商就是由台积电来出钱买的。那这个价钱部分，他们考量过，应该是可以合理。车籍离德德苗的老旧机车，新德县环保局各加2000块。或者德科管理局、德县环保局完成检量效益等换量取得计划，甲环保署签约，会协助想要卖碳权得到补助民众，甲想要买碳权的开发单位进行线上的媒合。会不会有便宜卖？会不会？那基本上应该是不会啊。建立让开发业者知道说它的排碳将来需要付出代价。款团认为，这种提供碳权抵换检量方式，应该做回企业检讨最后的手段才合理。都是最后手段，所以我真的努力从制程当中努力减，然后最后减不下来了，我最后才会用一些抵换或交换的方式来做处理。我们现在在最前端就先让大家说啊，你有一个碳权交换的方式哦。它就会非常容易沦为企业要去做漂绿的一种选择。款团指出，奖励措施主要是抗议园区电动化的奖励。若讲民众汰换老旧的车辆，无买任何电动的园区，选择行路或者是坐大众交通工具，减碳的效果更较好，所得不到任何补助。建议补助会当更较多元，像提供免费大众运输的月票。环保署承认，因为行路甲坐大众交通工具较歹来计算，所以才无纳入。记者林俊明、郑志祥台北报道。失智的人口一档比一档较侪，照顾失智的病人是非常的辛苦。一寡资深的歌手，因要伫6月初来办演唱会，收入要捐予失智症协会，嘛希望社会大众咱做伙来关心失智症的议题。资深的艺人张琪、郝丽芳、甲孙晴，甲失智症家庭的代表合唱，希望大家做伙关注失智症、甲家庭照顾等等的议题。因为台湾失智症的人口渐渐增加，照顾的问题对个人甲家庭来讲压力是拢真大。亲人要安怎引导失智者持续有社交的生活，是更较重要。他得到了失智症，但是我们愿意走出来，让大家知道失智不可怕，作息各方面，只要你愿意站出来。那生活你就会更精彩。了解什么叫失智，绝对不是老还癫哦，现在已经年轻化了，所以我们要多用大脑。唱歌，若互失智者培养听歌等等的兴趣，会当促进正向的情绪。长期投入公益活动的资深艺人张琪等人，6月初10暗时会伫咧国父纪念馆举办演唱会，邀请歌迷买票听歌，这收入会捐予失智症协会，希望大众关注失智症的议题。购物还是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就是长辈他往后的日子哈，所以包括这个财务的规划，包括现在有这个预立医疗计划，好，但这些都要及早开始。台湾失智症协会强调讲，失智症有少年化的趋势，嘛呼吁民众若是有初期的症状，唔通惊去予医生看，用早发现，透过药啊等等的方式做治疗，对病情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共和党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昨日推特宣布讲，伊要选美国总统，要甲前总统川普来竞争共和党的提名哦。伊伫网络的直播上侪时阵有超过50万人的收看。也毋过，伫德桑提斯宣布要参选的消息了，迈阿密就民众不满德桑提斯任内保守的政策，上街头示威抗议。
They call it faith because in the face of darkness. 美国共和党籍福州州长德桑提斯发布的参选影片当中讲到，咱需要领导的勇气甲胜利的力量，佮交出参选文件，到2020次美国总统大选。伫这进前，德桑提斯伫社会媒体推特一个音讯直播平台，甲推特总裁马斯克的访问人员，正式宣布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创下史上第一。And our results in Florida have been second to none. We can and we must deliver big results for America. Biden's pursued inflationary policies that are hurting working people. We will reverse those policies and we'll build an economy where working Americans can achieve a good standard of living. Governor DeSantis first drew my attention and support. 这次直播才开始无偌久，就受到信号干扰断去，后来一段时间才恢复正常。不过，依然有超过50万人伫线顶收听。保守派的德桑提斯今年44岁，2012年当选联邦众议员，行入政坛。2018年只用不到1个百分点的差距，第一摆当选福州州长。2012年竞选连任的时阵，大胜将近20个百分点。伊提出系列保守政策，包含有争议的对替法、搁较严格基民法、对校园性别甲多样性教学的限制、加青海管制等议题，即就真侪选民的支持。德桑提斯将台湾看作是朋友，而且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强调美国核心目标是确保区域和平。虽然伊靠话宣布竞选，不过各界有疑，伊也是前总统川普伫共和党内上大对手。Where DeSantis is trying to distinguish himself is to make himself seem as if he is a calmer, more sedate, and perhaps more serious performer of politics than Trump. A lot of people, including many of Trump's supporters, are sometimes concerned about his recklessness on the national stage. 这是德桑提斯宣布参选的消息一出来，福州迈阿密真侪民众行上街路，摕标语喊口号示威。因为德桑提斯进前提出系列保守政策，包含反同志、限制摕囡仔等，各因为卖讲同性恋法案，甲迪士尼对立关卡，取消迪士尼的税务优惠待遇，各互对方提出伫福州10亿美金的投资案。公视新闻陈慧琴编译。继续看，洛西亚佣兵组织瓦格纳的领导人普里格金，曾表示讲，因请来战争的阿兵哥哦，已经有2万个人战死了，其中是有1万个犯人。伊嘛经过洛西亚的高层，就爱严肃来看待这场战争。伊讲，若是愈来愈侪一般人的囡仔战死，洛西亚可能会阁发生亲像1917年大规模的革命。巴赫姆特战争依然在继续，不过俄罗斯佣兵集团组织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金指示，佮透过社会媒体发布访问影片指出，伊招募去作战的合约佣兵，总共已有2万人伫乌克兰战死。И когда у элиты дети мажут себя кремами и показывают это в инстаграмах, там, ютубах и так далее, а у обычных людей дети приходят в цинки около гроба сына и говорит: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вы генералам медали даете. 北韩国安会发言人科比伫线一场记者会表示，这数字真接近美国进前的调查情报。普里格金同时警告俄罗斯当权者，除非认真面对这场战争，若无可能面临甲1917年革命的结果同款输掉俄乌战争。同一天，美国海军上新上先进航艦福特号到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福特号全长337公尺，满载时阵排水量超过10万吨，是一只核子动力航空母舰。伫护卫之下，载入奥斯陆甲管会伫遮停几啊天，了后去北极地区参加军事演习。俄罗斯批评这是无合逻辑，而且有破坏性的武力展现。另外，路透社报道指出，已经通知芬兰，会终止2国双边军事设施互访协议，作为反制芬兰加入北约的措施之一。另外，乌克兰要求一年 F-16战机总算得到美国同意，由盟友提供。不过，英国甲德国排除提供战机的可能，佮表示无能力提供训练，也无战机用提供。挪威甲荷兰只是表示，虽然也无决定是毋是向乌克兰捐 F-16，不过愿意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公视新闻陈慧锦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一下，印尼籍的失联移工哦，伊伫台中
假做齿科医生，帮共乡的用正少的介绍来看喙齿，使用的医疗器材嘛毋知是对来的，甚至有的工具拢已经生锈、无卫生，阁有感染的风险哦。移民署嘛已经甲这医工移送法办。台中的专勤队人员来到徛家内底，发现有一位患者正在接受喙齿的治疗。不过，甲看诊的竟然是一位失联的印尼籍医工，伊若无医生牌，而且使用的器材嘛来路不明。这什么东西？你先抱一下，这个一样啊。专勤队表示，这位失联的医工是伫咧面册等等的社群平台，打出治疗喙齿前后的比较来宣传，而且上准印尼共乡的伫台湾就医无方便的问题，以正价的介绍伫台中东协广场附近的徛家，提供拜6礼拜看诊，平均一个月会当赚3万块。塔贤透过脸书等平台宣传牙齿诊疗前后的对比照片，吸引许多同乡前来就诊。冒牌牙医也坦诚自己做的牙齿强度不如一般的假牙，完全是重看不重用，不顾治疗对象的就医安全。这个失联的医工为国外引进来路不明的医疗器材，包含补喙齿、粘喙齿的药剂、磨喙齿的机器、甲美白灯，甚至佫用生鲜的片子来做工具。就齿科的学者提醒讲，安尼毋但害患者有感染的风险，部分材质可能佫会有毒性。补牙的材料本身都是一种光聚合的材料，就是它原本是软的，你照了一个特殊波长的光，它就会变硬。那像那种材料，假设没有完全变硬的时候，其实是会有毒性的哦，对牙齿是会有伤害的，造成刺激，然后会有或者是说用来物不明东西会有造成感染的风险。专案依照违反医师法、医疗器材管理法来移送法办。台中地检署最近已经甲提起公诉，这位失联的医工恐惊要面对着6个月以上5档以下有期徒刑，也佫会当罚30万至15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档两岸正紧张，中共的军机常常来乱，华人的战机嘛直接咧起降，所以在地民众必须来领受航空测验。国防部嘛专工来制定测验补助的办法，伫测验防地区内底民众拢会当领到600块的补助。一寡瓦近防地区的民众是认为讲测验对因冇影响，要求认定的范围应该爱重新检讨。不管是演习还是强军战机绕台，大花莲北区的民众拢会当听到 F-16起降的声音。国防部为这项代志，爱补助噪音防制区内民众每人600块，无互人入伫防制区内煞同款有噪音干扰的民众看法差真济。一大早，这个飞机在起飞还是干嘛的时候会产生音爆哦，因为它会一直有那种回响啊。关于国防的安全上方面，我们是可以忍受这些噪音的。对这补助的费用，其实可有可无啦。有议员指出，目前噪音防制区内是以全力行政范围为设，这种方法真无准。像我市区一寡所在，明明拢伫航道下骹，嘛有噪音干扰，却因为认定办法采用行政区为设，无补助。很感谢我们空军弟兄没日没夜的来守护我们的安全，但是在一般民众来讲可能在深夜出勤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他的生活。那最近有一些噪音补助的部分，那不是每一个里都能够补助到，不是每一个民众。国防部目前噪音划定作业方式，主要是以机场附近19个固定监测站收集数据了后，划定1至3级噪音防制区。区内民众每一个人会当发放450至600块，一定每年会重新检讨。在我们的等噪音线图的划分是每2年会检讨一次。我们因为去年才划分，所以我们必须要明年的时候才收集到的资料，明年再来做修正。环保局讲，目前噪音防制区主要是伫花莲市吉兰乡新城、秀林地区拢总33个村里，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今年采用现金补助，较袂有建物合法认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保持总队掠到一个山鸟鼠集团有12个嫌犯，因专门伫新竹山区大关雾地区偷测一寡珍贵山马的树瘤，几乎是查扣超过600公斤的树瘤，市价超过200万。保持总队的警员入去到德北这间自助餐，一个就掠到3位涉嫌偷测树的嫌犯。木头包物，才想弄木头啊，对不对？对啊。原来这3个嫌犯拄则伫山顶将偷测落来的树瘤交予其他的人去转卖，不过警方早就已经伫遮咧甲因挡。警员嘛已经追查到这间伫咧德北的厂房，查到真大批切好的树瘤。有来源证明吗？啊？所以你还申请先生签过来啊？
警方伫现场清查到包括喜怒器、黄把树等等贵重的木材，总共有24袋，617公斤重，初步估计会当卖超过200万块。警方表示，新竹的消防队伫去年6月救助山难的过程当中，发现到大关埔地区有可疑的搬运器材，深入追查了后，有掠到12个偷错树的成员。而且其中包含姓陈主嫌在内，拢总有8人，佫是同一个家族的亲人。在新竹监室等10多处所执行搜索查缉，即查扣台湾扁柏、萧楠、红块等树瘤。警方表示，这个集团自去年6月开始，就锁定新竹的山区来偷错贵重的木材，而且佫有真有路的分工。林管处表示，这件是靠科技执法，才会当掌握到嫌犯的行踪。重点的区域，我们在林管处的部分，我们都会加强森林护管员的巡护频度而且我们也有运用科技器材来加强搜证林管处所落来卖扩大运用自动相机这款科技执法的器材，卖加强山内巡逻。若警方将这12个嫌犯依照违反森林法等等的罪嫌上班，经过检方侦讯，对姓陈主嫌等等3个人声押嘛已经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有40多栋历史的大台南观光城化工要拆，已经化真久了。最近因为安全的问题，市政府佮暗算要来拆，也毋过大商是强烈来反对，对安置的计划嘛无满意。因为有一寡弱势家庭住伫观光城，所以真歹处理。市政府是表示讲会继续沟通，望讲赶紧有共识。今日去厝内面，毋但规个天棚、规个钢筋拢走出来，涂骹竟堆满了规个暗涂腐，就连支持厝的条啊，嘛出现粉野，看起来是真惊人。而这个地点是已经有40多栋历史的大台南观光城，市府是拍算拆除，不过摊商是真反对。因为也有回忆啦，还有感情啦。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上了年纪，也不能做，都交给第二代。第二代刚刚要接，就要发生这种事情。真正替第二代都头都拢死掉啊！我们当然是不希望拆啊。说实在的，40年了，我们这边都已经深根蒂固了，而且这边又离工业区比较近，那我们生计全部都在这边。那你叫我们迁，我们要迁去哪里？对啊，他要妥善照顾，看找个地方给这个摊贩可以有生意做了。大卫上的老相片是大台南观光城皇宫开幕时阵所翕，40多栋的经营有感情，更有关伊的性格。不过当初时，市场就兴建伫个河道用地，排水的沟仔顶面，年代是真久，经过3处专业的结构鉴定，拢有安全的疑虑。这个建筑物即使是在水利用地底下，等于它是盖在那个箱涵的上面。那这个箱涵即使经过40年之后，我们找专业的那个技师工会下去鉴定那也看到氯离子超标、混凝土剥落、钢筋裸露，那整个箱涵的那个承载的重量的强度其实已经都减弱了针对现有64个摊商，市府是提出搬迁到优良公有零售市场，以及使用费减免的优惠方案，并且协助相关搬迁的费用。但是摊商质疑安置计划无符合摊商的需求，双方是无共识。加上市府的态度，让摊商唔敢投资建物的改善，环境是一天比一天歹。市府今年底想要拆，恐恐都要达到双方的共识。记者郑宏达报道。再来看台东关山今年的一支稻仔特别会当收录，也毋过发现有乌龟仔，农民就要求县政府开放互因烧稻草来杀虫。台东农改场是表示讲，今年3月因试用乌姜菌等生物防治的方法，有9成以上的乌龟仔拢有偷死，所以只要好好管理不一定爱用回烧。农委会台东农业改良场发表水田臭青龟仔危害生物防治成果。今年3月，伫关山镇100多公顷的有机水产区，引进乌卵芳、甲乌姜菌等等生物防治的方式了后，残忍超过9成以上的臭青龟仔拢已经死亡。今年关山镇的有机水产收成率会当提高到7-8成，恢复往年的水准。今年现在目前的状况，其实大概只剩下，我估计大概在5公顷以内是稍微还比较找到虫的。那这5公顷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菌没有效，是因为这5公顷的管理比较粗放一点。农民讲有机田无全药啊，去年常常出现真侪臭青龟啊，收成敢若剩养过2-3成。虽然今年农改场的研究成果显示真有效，不过也受农民认为讲虫害也是真侪，比较去年收成了后用火烧的会较紧。不过环保署已经禁止烧稻草，
避免空气污染，要求县府今年会当开放烧稻草。县府同意农民向乡镇公所来申请，停报环保局了后，会赶紧请示环保署，开放虫害严重的地区会当烧稻草。全部周边的农作物，全部连菜园全部都是黑松香。如果这个部分属实有必须要以那个高温，也就是焚烧的方式来遏制这个动植物传染病的这个部分需求，那他们会再来送县市政府来做，让我们最快的速度来做一个审核。环保局强调讲，并不是全面开放，会评估需求，定时定点，让农民烧稻草来防治。不过，农改场已经公布生物防治有效果，唔免用火烧，而且1公顷的防治费用只要2000块，会持续来推广。若到底要用火烧，也是生物来防治，县府认为可能需要时间，让农民来适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二级保育类的小燕鸥，逐当的4月份到8月份会飞来台湾生态。也毋过最近发现讲有一寡民众违法伫南澳溪出海口钓鱼，环保团体是真烦恼，讲会去影响到小燕鸥的生态。只我拢伫生能力敢要开入来，你拢莫走，我已经连到海巡啊，等下就到啊。海燕村河管要求钓客留在原地，并且海巡人员来处理，因为这钓客无顾过时，违法闯入南澳溪出海口海燕生态区钓鱼，危害沙坡顶管的礁能。这是那个早上人家进来这边钓鱼啊，他的也无视前面的那个我们的警告啊，还有那个封锁线。生态区内底沙坡拢是车痕，保育团体讲，若钓客一直进入生态区，不止可能对海礁能，也惊到海燕不能。如果有民众不小心闯入的话，针对骚扰的部分，最高可以罚到30万的罚金。那如果造成动物死亡的话，最高可以罚到100万以下的罚金。县府讲，民众若进入海燕生态区，然后所种行为相关罚30万，那造成动物死亡相关罚100万以下。喜欢我的豪宅好。学生提石头伫沙坡起厝，佮放假海燕模型禽海燕到沙坡做秀。宜兰北城甲蓬莱国小学生最近也到南澳溪出海口进行环境教育课程，了解海燕生态。保育动物甲维持动物友善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环境教育所在，佫是另外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将为做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已经办第3档了。今年嘛开始接受报名。本身真爱写诗吟诗的立法院长尤锡坤嘛鼓励高中职学生来报名参加。伤心心月一无语，承得萧条受关系。立法院长尤锡坤伫立法院吟诗，现场来一段杜金川的稻种为水。立法院长尤锡坤推广母语吟诗，伊认为台语汉诗会当反映真实的历史，展现台湾精神。台湾的诗词足多啦，啊你，迄个亚里士多德讲吼，诗比历史更真实吼。啊，所以讲，咱研究台湾的诗，咱就知影咱的祖先伫创啥。尤锡坤讲，台湾的诗词有真多，而且台语是真水的语言，伊也分享要安怎学台语。怎么样了解台语的水？啊，就是学诗词吟唱。所以学诗词吟唱，将面你会知影台语的水。第二，你会当传承台语。让台语、客语不会消灭。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比赛已经举办3档，今年嘛准备起稿，接受报名。尤锡坤表示，联合国已经把台语、客语列作强要灭绝的语言。教育部长也讲，国家语言法典法通过了后，为去年开始已经把本土语言放入去必修的课程，望母语通代代传承。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有专家认为讲，烧染这款动作会当来改善负面的情绪。世界各地嘛开始有企业提供烧染的服务哦。伫非洲嘛有提供这款服务的公司，咱做伙来看卖。最近这几年，全球各大都会区拢开始流行烧染的服务，也是民众另外一种疏解压力的方式。南非城市约翰尼斯堡头一个付费烧染服务，嘛创立满1周年。So we do understand that the impact of touch is that it can really start to settle us
into a deeper sense of feeling safe, considered, seen by the person in which we're engaging in touch with. 南非这间小蓝服务公司严格检选工作人员，都爱一项一项管控服务过程，人客嘛都爱先登记认证身份。90分钟的小蓝服务收900南非币，差不多是台票1450块。按过这个创新的服务商品，伊的介绍甲安全，也是互民众会怀疑。 Well,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erson is going to be giving me a cuddle. And you see, nowadays it's not safe. 心理咨询师是赞成开放的态度，建议民众把小蓝当作一种沟通方式，小蓝甲别人产生连结，搁增加亲密感，无一定不是一种放轻松的好方法。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 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